我今摆迄介绍我去，毋知去哪位哦，摸伊个呀，那位有个日床个热法吼，我绑去吼，绑唔落，当现啊，强强都个内掉住啊，要么绑都绑唔落，背后是用拗吼，个法是拿转去个身心检查。初上讲就丧命啦。初上，个日内方面有上面，个入水错吼，早上条开吼，人家还是朝天，从条条台风法吼，早上条5点还唔会开哦，6、7点吼，才慢，该开动脚了吼，开动脚到点么6、7点上来后其实朝天，是按当下行到啦。潘凤杰到新竹县新埔镇的有钱人家出世，伊的性格动有同情心，动会挺影响。有人讲，佮因为到个创难强硬的时代，阿爸本其当难得的高等教育机会，也有人讲，係阿妹本其生发支持的信仰力量。无听错，佮就是使人出世上涨的人性美善的光辉。所以头摆讲啊，细个时阵，你3岁啊几多岁讲，中元节咯，他就讲养花灯啊吼，都个新埔街哦，都个歌，看了个，讲就是个做成实体就是个罗里亚卡个，20百吼，载东西吼，讲还是健康。かわいそう呢，讲头摆去日本啊，听爸爸妈妈去留学去日本转来，无去救下去啦，是讲去日本唔会讲啦。讲按菜果啦，讲个将伊按菜果啦，流血啦，落喺地下卡，kaわいそう呢，讲讲，可是妈妈啦都讲唔爱听啦，讲公司讲，你这阿放子吼，当好命哦，按住同情心，按谁是地讲kaわいそう，讲公司按讲啦。做这个很好，因为以前这个爬楼台吼，爬到黑困，爬上去是唔会做嘛来咯。今年81岁的杜盘，还是维持到路通神行的习惯。佢讲，一方面是一生人的缺欠，另外一方面是讲唔做事头脑会吞脱。为到做唔得本七家变做实质的老人家，佢坚持冇去向外路分担屋下细条，好得乡下迄个太奶的，也清晓得照顾到老人家的生活。他来动怀，你60岁等下去，都拿讲起去讲，我嫌妈妈来外啦，动卡外咯。衣服也都自己洗啊？对啊，衣服洗是有机器，以前我有那个烘干机啊，坏掉是没有去修理，也没有去买过哈。这样的裤子要丢掉，但是又想爸爸签的，是我爸爸
以前签的衣服，他签的时候还新新的，是我爸爸比较胖，我是拿来留下来，以后又很薄很那个凉快啊，布到样啊，布到这样。幾多年嘞？我媽影啲豆腐幾多年嘞，嚇死我喎！當神奇。詩人親感仰阿爸對佢到文學方面的啟發，從佢按多年來保留定阿爸的一條重複就看得出來，佢對阿爸的思念有幾沉密。另外，詩人也珍惜阿妹留下來的聖經，留下定喜樂中歷史的書籤。媽媽嘅聖經，掠沙咧，掠個紅葉子嘅廣告嘛，掠咩當酒咧，掠到我媽媽。該當時就當地愛寫嘅字，也抗定當到先發地圖上太太細細嘅紀念品。當到傳統嘅嚇，咩會見到嘅日本，用啲日本啊。佢少年講，看定亞洲收藏品，知道自家人生很正經以後。安久冇看到嘞，係啊，真有。你是記得我會發嗬，嘿，乖哦。我在香港啊，坐過會發冇人記得。有，我送頭先買大盒，大款帶鳳梨，帶乜嘅？鳳梨酥啦。該擺連路沒帶落，當好事嘞。當好事哦。眼看呢，安尼哦有哦，本講安將來都講，真歡喜哦。嘿，冇關係嚇，麻煩。哦，唔怕。冇，你是上來是不？也打開來嘛，打開吼。你頭擺教人插花，有一首是就近有冇？還記得冇？就近。你都寫講插花，按追求個真理有冇？又講我講冇不完美啊，講插花還有人生啊，像婚姻安尼啊，有不完美安尼啊，休息。哎呀，我是啊，有甲配啥个是啊，放置。唔係很正誒。我看你經濟哦，經濟係寫個冇。經濟哦，好清風藍波地擺啊。哎呀啊，好啊。哦，我睇偷看個張相片，很多同學。嘿，你看同都伊是兩啥笑眯眯的。愛妹攏係識個啦。好。愛妹吼，像我去個新竹中學個聖地中個後山啊吼，其實愛妹看到我兩啥都個收下來，其實攏愛照吼。迄度個氣氛動吼。我跟我爸爸，兩個爸爸去當好騎馬吼，其實。騎馬其實拿來秀鳥，掠條馬，拿轉一個個無糖個收下來秀鳥。係啊，咁下對，請買一條馬都。買一條馬都該收幾少錢咯？爸爸嚇死哦，又嫌愛騎鳥。係啊，講掠只係愛爸爸當時，佢講掠只秀吼，放啊伊馬是會上掠片下，掠只腳啊吼，腳用夾啊伊馬是會下。
电甲就毋知夹啊，其实要炖掉，你我歹讲啊。像甲洗脱吼，安尼安难年吼。也日本时代，也做成日本时代。另外，爸爸是做嘛个金黄团状。哦，金黄。金黄团状是嘛个了？空袭个时阵也有嘛个事情发生啦吼。个日本个警察啦，管唔起安多，所以本地人啦，我爸爸哈管了哈。我的叔叔的儿子啦，他们念书得了奖状，就是文书的那个奖状。哎，你磐石吼，日本就叫米丝的吼，有冇米哈吼？米还是个甜的吼，所以啊就是按照米甜吼，做成反过来按照日本话按照米甜，可能做成日本个昭和20年，我19岁，昭和20年吼。昭和19年，我18岁哈，有年的。所以那时候都要改成日本的名字吗？嘿呐，用外咩？用我呀，你无改个时阵，其实讲，你还就反抗一般的精神啦。将来的铁马个都会讲出去啊。日本我爸爸做嘛个，佢从我做关公啦，佢从我。拿手把是，我做关公，还是冲个地方，还叫他做关公。冲太医啊！嘿，那还了着，现在是做牵马啦，是让俺爸爸牵马，公公翻，俺爸爸是当跳，当神器。呀，爸爸妈应该当神器。俺爸爸是按个，我在过坐到日本边去还是这，我托起来的。所以妈妈跟阿妈当辛苦。妈妈后代有辛苦都无做汉吃善。大汉婆娘，我好搞时节，朝汉不时老妈妈把人来落我，行来两三次做迄个手下人看俺爸爸这个，我拢染上了哈，该创新人该都该抢，该俺爸爸也都该都太管哈，都该失酒了，行来两三次把了。个挨拢冇啥，都个等到继续，俺爸爸怎么做了？阿爸阿妹乡下生活的方式，对赌盘的婚姻产生动态影响。伊决定无会加分有钱，生活毋是以丰裕，不过两公婆都得强行供应，直到当年嘛。赌盘是当严肃的广告，这样思想，就算抢食到短短的50岁，也能够食到当从样杀甘苦又甜心的生命。结婚个啦，我将1948年，所以将22岁啊嘛。我头摆我爸爸唔骗的，我唔骗，我老爷唔骗我家，我是身体有了有苦吼，当好吼，条件好。讲欢喜啊，唔定样白咯，是结局是好的咯，我爸爸现的吼，这样。当然，北中太子界面就公开，按多是我阿爸哈，还有就好结婚是像一个那感情啦，按个阿姑俩都做成好出来的，做成南边出来的。其实阿姑有都俩阿漂舞啦吼，还有像乡下节啊、法公来去集啊，做成就出来了，都个各地不空咧。很奇怪吼，怎么甲做阿姑什么人都无？头摆。生活，他靠监督啊，唔係靠监督，冇資格啦。佢先嚟看生活哦，是種上個頭上講咗，我頭幾多間未做得。頭擺什麼人命都安尼。我媽媽講，細細是本人啊，講本島嘅人講，哎呀無啥死鐵咯，我冇嘢生嘅，是反嘅。我媽媽，我
婆来都是讲，了只生人，你着抹个年纪，将很多个大个哈。先同佢做嘅，出来了吗？走出来咧。好嘞，好嘞。我迄家己吼，历史社吼都会较少讲硕士安尼督盘老师。佢对于安尼也都较后生的，配去做请详细。啊嘛，像我问问讲，风池喙腔好无啊？一般嘛不打电话来讲，问讲，生意有好无啦？吼，家庭有好无？迄门遐只低级的抗议，低级的抗议了，迄安尼量啥搭最久的时间机会搁较多。当然当到迄安尼细末人来私房化，系都较多机会讨强项。有啊，也可以啊。像搿种丛书啊，还是爱欣赏了些爱，还是偏见吼，基本上偏到无甲啥。错要讲啊，看该看理啊吼，错要啊，罗曼蒂克啦，一家乱想啦，sentimental 啦。安尼也好啊。阿哥喏，逆上了哈，阿哥啊逆上，叫逆上是现音呢，现音发你嘛，不图足到你嘛，讲爱迄小图啊。俺跳哦，跳俾佢看，人講其實本來有好多啊。佢條手先係用個雙領嘅啦，叫呢上係聲音嘅。啊，見咩喎？我都是睇用啊紅領樣牌叫，咁個身體行啊樣牌，叫佢用樣牌。見咩喎？你啊，我是上港班就電到用3點再下晚再咧當壓嗬，加多兩個，按唔會講。真其是，就咩寫來是寫來，現在真正唔對哪位。来第一摆吼，10年前，来写来痛牙个背面的星星，哦，背面的星星。看到动感痛，啊，都开始抄落个细细的种字。系嘛？啊，图书馆还都兼哩，海摆种图哦。大摆图书馆都一块来休息。你怎么不想到安尼？该写嘛啥呢？写个叫流汉服呢。头摆运动先，其实我先生吼，我爱想法，太个每个名吼，我喏想法法吼，设计啊头摆，头下爱不讲啊，做个个只裙发哈，叫喏裙发，个发是哪换到嘅？啊，流汗服来摸的哈，是我喏防。所以嘛，用初恋来写来的名，换做安尼写诗的名。所以他初恋哈，初恋是给就是哈，算都是爱变形的，爱空洞爱欣赏的哈。过年吼结婚之后吼，你们弟啊结婚3天回来。坟墓啦，你莫喏。虽然等了5年，亲无简单将争取到一家家己的对象，突盘还是要有安样的挑战。虽然都结婚以前同老公约束好，请讲3个生日就好，想到生日就讲了7个生日。就是喏个是这，按所谓样板应该是这。爱讲用，佢新婚，佢新个感情用了的吼，当新新娘吼，佢讲重的，用个迄上娘，结局爱讲用，爱讲较啥，讲一般讲较啥，你让我看了只个写个来好模吼，我来装体机吼，个提了只拍迄些模啦，咩写来啦。
讲真的，行还是想过，该会还是谈几个，行说真话，你只摸的吼，你是都谈话谈来先还是讲，你唔是有好妈妈，我讲你唔好有好爱，我想要善人了，我讲结婚的妈妈了，我讲你要有好阿婆，我讲阿婆叫人名嘿，我是唱歌，我是唱歌了就是，我摸呀，既有好爱了。特别爱去啊！吼，是太保细胞前两做，真紧讲吼，还唔甜又嘛个奶摸哟，那只摸变嘛个奶咯，还就好。幾時用幾時㗎？然後想掉落cái學狗嚟嘅，那個高飛嘛嘅，佢唔會用，你用的你是完蛋。還有30度。开始咯。松本妹嘅風蘭，你將我家家日期緊慢咯。聽講嘅日太早，你就愛轉去美國咯。我老你日下鄉下用過嘅日咯，但日都按充滿嘅去咯。現在看你愛走，愛帶去個皮箱嘅時節，再也冇足過出去街路買個衫褲啦、食個東西啦，個就看得到個東西本意咧。清早個早上頭，洗掉都行盲行起來哦，行盲都個叫哦，是一個人都啱個天空下都個祈禱。冇嘢啊！我送你嘅係乜嘅？係我嘅心，我愛你嘅心，充滿到黏黏嘅皮上嘅地方，你帶轉去，老你嘅老公中下。睇住照片嘅啫，風蘭，佢有那麼個青風蘭布吼，佢要辦那風蘭吼，就是講，媽媽。我係名咯，我一路去做呢個書嘅題目，人係講麻煩咯。我妹喊到拆聲嘅是我妹啊，佢只風蘭見到。唔但搶搶風蘭坡靠廟嘅用嘅妹嘅名嘅，除貼普用法嘅規則，土盤所有嘅實習嘅名嘅，就像係用爺愛、老公、孫嘅、孫女留男性朋友嘅名嘅。頭擺我吼，甲我身上衝到茶個吼，像樣屍體啦，像樣屍體車禍還生起來吼，還是紀念是所以1967年。1967。那啥都有是笑用誒，跟感覺冇笑。對啊吼，唔好笑，我的孩子常常說我不。沒有笑，沒有那個演過了，因為歐先生哈是比較這樣隨便啦，馬家龍哈很寬容啦，所以我是要管啦，很管，所以我現在就講我懂我，現在才會笑，以前不笑。電影太了不笑。好，可是肉嘅照片冇肉，肉嘅生活照冇沒肉，因為一天凍啦。而家都凍辛苦啦。係啦。而家都年地方。我以為要係啊，你再準備。可以哈，左下。他愛吃啊，他愛吃，牙齒吃崩掉，所以我們就要把它套起來。太愛吃。一般人全部主要是不卡款媽媽啦，應該卡 lucky 啦，應該卡 lucky，媽媽都可愛啦。我妹妹，我沒有那麼多。
热情的赌盘，惯用上难的方式同人交往，对小人的美暗用。从头摆保守的年代到亚下，赌盘还是强用暗用享受同人热情交往，也无听错是使人感情最真的表现。我是伫夹着教因的小人吼，当严格啦。有一摆咧，是爱偷东西啦，甲爱岁的时候，爱偷小人的西瓜啦，在西瓜旁边啦，无拿钱是让你拿来吃的，吃的都没，我就该骗入去警察啦。那警察还是俺妹是搞文记啦，警察是让俺吐走，是让俺捉走伊。甲俺岁，俺替记的是两条事情啦，吼，当第一讲要。要学习嘿，真紧。俺妈妈读书的房间啦，嘿，下师读书啦，和老俺爸爸讲话啦，了就全部是佢坐了位，俺爸爸是坐个位，看片看台是上来了位讲话呀。诗人来讲，因为佢当初名，当初名嘿。伊即家讲佢迄国宝啦，俺妹唔知佢迄国宝啊，唔系国宝吼，俺妹唔知。佢讲佢都台南要办，就个么个文学院那国宝，讲就相信他是国宝啦哈。但是国宝也是很会骂人啦，我常常给他骂到头昏脑胀。你在吐摄影的时节啦，吐摄影的时节，有寒夏时嘛。我去到甲哈，有多少小时等咧做青下散文啊都，是啊啦吼。他一直想。也一刻，我一心想爱前传，同我也一生人度，本册的头的有头，同我身体这样留点去的当从的时光。我当上前传还算是我的，和文小的血，留托身体底度，沉沉的时光，凭我写的行为。也是1989年4月15日，赌盘写的一段文诗。就像有人问赌盘做乜该写诗，诗人应讲，也就像问我做乜该留定一条命相用。诗人唔放弃本屋下细条，留安顿好小人的过后，存多的任何朗朗上上的时间。紧写，因为也是为了追求内在自由而写。故所其爱写，当尾写哦，佢当尾写佢18岁的时节，其实讲佢要成为大文豪、大文学家嘛，佢有一张梦想啦。差不多32岁的时节，32岁的时候，有一摆生日的时候，佢咪说讲。该讲做得吼，给他拿到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啦，该是给他希望。他30几岁的时节是讲，就让他梦想。佢从写诗嘛，佢当夜写日记咧，当夜写，唔说讲无写，去那位都强壮，当夜写。佢写诗的时候，唔系讲用个谱啦、日记本写，唔系，其实凊彩个日历撕下来啦，嘛个有字吼。拍个字啊，当讲个字，其实紧写，还其实留恋，所以因掠木下当多全部记留下来个手稿吼，初稿当多。也着吼，伫遐吼了解爱吼，我访问爱我乜个吼，头摆是无人，我红线吼，还是想讲爱诗啊吼，像个墨下吼，200年后，伊个谱啊吼，本人包。猪肉包牛肉，卖出去个东西，人看到在那谈，100年后哦，死得100年哦，反正就他这个研究出来个很好，所以俺们第个，你俩个东西，你会做到一个名声个啦，所以讲，这个个哈吼灵感来，摇出来，无奈何啊，讲了摆吼，
就像轮子个种吼，本安怎想象安怎，这个中国个什么拿到了，我是想讲，很强哦，我讲我吼，20岁做进修日本教育，很厉害很错，同日本书错都係上日本我都冇拿到，我想唔出樣應該，我即刻樣講啊，我是想，喲，你咩講你天上嘅名字嚟到，做進，我攞寫咗冇去追求咩？我追求嘅看唔到嘅人，就樣即刻樣想哦。毋過佢變講吼，有加個時態啦，贏個時態都無安好啊，所以我講。贏作品一定當好，冇問題。唔過對伊講時態哦，冇攝起來，時態對伊冇公平啊！對伊講，變來變去吼，安尼。我講啦，方式時態啦，嘅東西要切對啦。你讓我上到2800年都了會錯咧，你讓我上到台灣人，還就你又上到什麼呀？也做起來宿命啦，所以吼也講唔得。很開呢，也是迄路不也是，那停下來吧。哎，在門口哎，才是前面那。cái phong gì ở sao mốt xoay này cổ xin thế này chủ nghĩa là 哎，你風紀國啊，成橋迄嘛？阿婆你阿都那說，條塊條格咩呀？嗰條塊掠個人個蔬菜青椒就過時啊，一啲下來先冇嘅，冇一斤嚟啊！你冇看個日後台上街啲，你看都先變綠色，你嘛？啊，94歲。係啊，強哦！嗰隻阿風紀國講抽煙個，佢90幾，一擺來喊到個錯人咧，當下錯人啊！你先至當好啊！我咩講當好是腳唔會在啲，腳下係我錯個扎我都個表錯苦滾了啦，苦。把它演成冇？冇啊，是講中國法案講嘅。人用眼燒我條擺坐打到結結，嗰條寫來嗬坐上去嗬，還是窄同埋。有對種疊嘅方法，佢疊到嗰時，哦，也是俺紅熟嘅貨。哦，可以開門嗎？來，給我開一下門，好嗎？我是客家電視台哈，想要照相的哈，我是杜潘潘國是。有名的诗人，所以他要做我的。嚇一跳！以前的那個我的叔叔的家哈，是我的叔叔的，我的爸爸的弟弟的，我的爸爸的親戚的弟弟的。以前不是這樣的房子，是那個舊房子哦，他只有20多歲哦，他是改了這樣。那時候的那個人哦很厲害。找幸运草。拄盘16、17歲的時節，新冠頭拄就有當道的義父，佢一出面唔記，接送上到人總嘛該出世，人生總嘛該要安樣。這樣時，佢看到社會方悲觀的一面，日本人欺負台灣人，台灣人咩欺負台灣人，還有當道無公平的事情。新冠頭拄當道的不滿。有尋唔到解決的方法，不過佢唔係社會的改革者，佢創作的劇將筆來反映真實的人生，想要分享到生命帶前的記憶，還有人的尊嚴。大家親啲的作品就係《平安喜》。人人都係太平安。人人都做平安喜，是曉得尋求個平安嘅，是曉得原來個平安嘅，做個希望下碰撞看平安喜，該係你條啥興去做個呀？
只晓得顺从个平安嘅，只晓得用那个平安嘅，含你减起甘蔗，保持一条路命，出街看平安喜。我行到个总修啦吼，状况啊，我会去散步啊吼，个新妇个片啊吼，还是碰到人啊吼，都该讲，你只染到会起么？你只染到会起么啦吼？啊，你只爱留起来么？爱起芥卵么？也爱起嘛？个是都该讲，状况人想讲，唔对爱起那只芥啊，个歪歪滚啦，啊，非常件是上到个头摆啊。头摆个日本时代啊吼，太一个说人嘅世界落压吼，还是人平安喜吼，按平安喜个时节，还是想是晓得顺从个人，是晓得用耐个人吼，是人看耐哦，所有一切个事情都顺从个日本人啊，殖民地嘛吼，晓得你做嘛个想想还是想个，民主时代来咩个粮食多少啊吼，还是想个，但咩嘢都是现个。是拿掉个去落去。来给那个书店的人哈，要富强的做这些比那个远远的亲戚好到很多。我们的那个朋友哈，公羊场啊，过年的。但是我友达我那个朋友，他要我老了，他要到我的家，我们来一起讲。他说你是我的朋友吗？我说是。来呀、就是作家呢。来呀、来呀、这样可以吗？那有卖杜老师的书吗？有，以前有卖。有都有。有卖有。傅中华该喜姐，这个很有名，台湾本土作家。买起来，他很会照顾我。好。いつの日からか自分にしか聞き取れない声が、その声がしっかり情を下ろしてしまった。それからは文字も言葉も出口を失った。今はただ新しい声が聞こえてくる時を待っている。来る日来る日を厳しく耐えながら待っている。两妹不赢好谈呢。两妹不赢无悔。我迄信仰方面吼，要去佛教，要去基督教，唔对样办吼，要初想，唔对样办吼，无干无啥，啥嘛个是无睇咧，啥唔会出相。该意思讲无言语咧，我即刻唔对，我苦嘛个就生发下去，我即刻无体咧，甲面体迄个啦，所以我做了休息。问题他这个是讲日本会变到中国化所以吼，啥唔会出声，还就8本嘅事体吼，就啥唔敢讲这个事情。哎，像吼，当然不敢讲，其实个是哦，敢无一种图写宗教，毋过我讨好来讲，该咩宗教，该迄伊个可以讲宗教其迄追求伊个真理，我讲杜潘老师的诗集嘛，迄伊个对讲，其迄切接到哲学个真理个部分，要不然来讲，像其有一首桃红色的死，吼，来讲。佮作品底部不有当到写到死的问题，毋过其生的死到底迄正经事哦，其实其因为个一个重生，吼现在讲哲学的东西，其讨论来嘛，迄一个存在的问题嘛，生命存在的问题。我头先迄先讲，我一家对影首诗的一个想法，吼，就是讲，汉江的是好美哦，吼，甲遐个意象可能都挺个sakura哦，樱花的意象，就是讲，凊每个花跌落来，甲迄土风色来，吼，一种，就说
很美的一种死亡，凄美的哈。啊，不过每项来打听本件讲，因为懂时相呀，迄嘛伊讲甲认识甲哈，甲强啊，遗像遗照上摆都有黄色啦，无都无色啦。伊看到含石甲含树啊迄种，伊讲啊，他这摆时间啊用头缝，用个头缝啊，用个缝色来戴，然后，不过伊过程伫度啊看到迄记。伊哈记讲我讲，伊对自家送嘛，迄讲我伊个，我讲伊个生命伫动，所以讲动足、动旺盛啊，伊概念。头摆吼，写掠着死个时节啦，掠毋知几多岁个时节吼，看他都是要死是要出来是要死啊，掠死毋迄咯。我头摆吼，我写掠吼，完全是吼无想到有根本个。因尾吼，我猪我一家死吼，无人吐得出，无人猪啦，因尾改迄我一家个嘛，我是一家像讲下介是像乌死乌妖这样一个乌铁是吼，真心像个无奈何无爱，真个要倒退咯吼，还是啊灵感就是写出了，行爱身上就按吼，所以我行人像讲种很爱出书啦，做纪念啦吼。真的是说哈，很多人哈不会像我哈想自己啦，自己不对啦，谦卑啦，自己那罪很多啦，所以人家为什么会拿那个主公进那个天宫又放太地？为什么是想自己很多罪？所以自己要死又不甘愿，所以拿主公啦，拿什么给他拿很甘愿啊。要看到哪里去，实在是你我大家的罪。拄盘的日文能力，是因为其受到日本的教育，其承认其写作的世界，但是是用日文来思考，因为其关系，背面要转到母语的创作，是因为其想到使人多文化传承方的使命。当多事情我都客家人感觉我想福隆人也是啦，山地人也是，感觉我都甲台湾人做嘛该无一家啦。像了样个事情，还是建议去研究去看修了着，是想讲无了个母语无留下来的时节会变样歹去。我无一家啦，很特别，这样也是当地的新曲啦。用诗的方法写到按照到的时间，后来他一家拄到，当干同时讲按化的文化，按化的真理，所以其迄意大利的国家的一只状况的人，还是像因哋的客家人咗。佢喺地方化，佢寫嘅，望住下一擺，因為佢嘅作品暗號是變到意大利嘅國家嘅國語啊，所以我老佢看嘅時間，我是想，真緊母語很要緊啦。因為佢受的要教育是日本式的教育，日本時代教育還是國民黨來。然後又是國語，開始學國語，國語的時，當多問題，因為國語我咩懂爛嘛，都厲害沒懂爛嘛，冇法度，國語太深奧了。
所以學唔會 voice 錯啦，學唔會 voice 應該發現，當到用詞方面啊，是要用詞典啊，用字典，所以當長嘅時間，其實買當到詞典、詞海啦、老外吧吼，向下研究啲國語，研究啲國語當出帶哦，叫做長讀書，佢兩啥長向下讀書，所以進步當腳啦。啊，倒面是其實我用客家嘅方法來寫詩啦，哈，寫詩。其實誒咪看唔識，啊，寫詩係寫東南讀，誒你寫研究上讀唔出，你睇講乜解咯？你睇講乜譬如看唔識咧，啊，但是國語都旁邊，看得識，啊，所以慢慢的啦，慢慢的學啦，啊，都。因到佢改嘅時，像我落每次到佢改當多擺啊，當多擺佢寫個初稿，啊，第擺是當多用字方面的問題啦，還是全部要翻詞典，要去研究，慢慢的一隻詩一隻詩樣寫。有時寫一隻詩作吼，哦，寫差不多1-2個月，這樣寫一篇出來啊，咩樣嘅？當叫從頭就樣嘅事情，從頭，從頭叫佢滿東滿西啊。滿到一當課題，咩唔掂一般講，從頭要啦。我無顧慮，也唔敢期待新嘅人了解我。政府時代無強咗，還有我吼，按叫做嘅事啊，老人家做嘅事吼，啊，後生人無多搶我80人說清楚，正經講了解唔係嘅應該嘅啦，所以我無期待啦。